Hi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依條片啊！唔該你啊！黃帝內經素問第一，上古天真論。從前的黃帝生來十分聰明，很小的時候就善於言談，幼年時對周圍事物領會得很快，長大之後既敦厚又勤勉。至成年之時，登上天子之位，黃帝向岐伯問道：我聽說上古時候的人，年齡都能超過100歲，動作不顯衰老，但現在的人，年齡剛至半百，而動作就都衰弱無力，這是由於時代不同所造成的，還是因為今天的人們不會養生所造成的呢？岐伯回答說：上古時代的人，那些懂得養生之道的，能夠取法於天地陰陽自然變化之理而加以適應，調和養生的辦法，使之達到正確的標準。飲食有所節制，作息有一定規律，既不妄事操勞，又避免過度的房事，所以能夠形神俱旺，協調統一，活到天賦的自然年齡，超過100歲才離開人世。但現在的人就不是這樣了，把酒當水漿，濫飲無道，反常的生活成為習慣，醉酒行房，因至情縱慾，使陰精竭絕，因滿足嗜好而使真氣耗散，不知謹慎地保持精氣的充滿，不善於統御精神，而專求心智的一時之快，為逆人生樂趣，起居作息毫無規律，所以到半百之年就衰老了。古代深懂養生之道的人，在教導普通人的時候，總要講到對虛邪賊風等致病因素，應及時避開，心情要清靜安閒，排除雜念妄想，以使真氣順暢，精神手持於內，這樣疾病就無從發生。因此人們就可以心智安閒，少有慾望，情緒安定而沒有焦慮，形體勞作而不使疲倦，真氣因而調順，各人都能隨其所欲，而滿足自己的願望。人們無論吃什麼食物都覺得甘美，隨便穿什麼衣服也都感到滿意。大家喜愛自己的風俗習尚，愉快地生活，社會地位無論高低，都不想傾慕，所以這些人稱得上樸實無華。因而任何不正當的事慾都不會引起他們注目，任何淫亂邪僻的事物也都不能惑亂他們的心智。無論愚笨的、聰明的、能力大的還是能力小的，都不因外界事物的變化而動心焦慮。所以符合養生之道，他們之所以能夠年齡超過100歲，而動作不顯得衰老，正是由於領會和掌握了修身養性的方法，而身體不被內外邪氣干擾危害所致。黃帝問道：人年紀老的時候，不能生育子女，是由於精力衰竭了呢，還是受自然規律的限定呢？岐伯說：女子到了7歲，腎氣盛旺了起來，與此更換，頭髮開始茂盛。14歲時，天癸產生，任脈通暢，太衝脈旺盛，月經按時來潮，具備了生育子女的能力。21歲時，腎氣充滿，真牙生出，牙齒就長全了。28歲時，筋骨強健有力，頭髮的生長達到最茂盛的階段，此時身體最為強壯。35歲時，
陽明經脈氣血漸衰弱，面部開始潮水，頭髮也開始脫落。42歲時，三陽經脈氣血衰弱，面部潮水冇華，頭髮開始變白。49歲時，任脈氣血虛弱，太衝脈的氣血也衰少了，天癸枯竭，月經斷絕，所以形體衰老，失去了生育能力。男子到了8歲，腎氣充實起來，頭髮開始茂盛，乳齒也更換了。16歲時，腎氣旺盛，天癸產生，精氣滿溢而能外泄，兩性交合，就能生育子女。24歲時，腎氣充滿，筋骨強健有力，真牙生長，牙齒長全。32歲時，筋骨豐隆盛實，肌肉亦豐滿健壯。40歲時，腎氣衰退，頭髮開始脫落，牙齒開始枯槁。48歲時，上部陽氣逐漸衰竭，面部潮水冇華，頭髮和兩鬢花白。56歲時，肝氣衰弱，筋的活動不能靈活自如。64歲時，天癸枯竭，精氣少，腎臟衰，牙齒頭髮脫落，形體衰疲。腎主水，接受其他各臟腑的精氣而加以儲藏，所以五臟功能都已衰退，筋骨懈惰無力。天癸已竭，所以髮鬢都變白，身體沉重，步伐不穩，也不能生育子女了。皇帝再問：有的人年紀已老仍能生育，是什麼道理呢？岐伯說：這是他天賦的精力超過常人，氣血經脈保持暢通，腎氣有餘的緣故。這種人雖有生育能力，但男子一般不超過64歲，女子一般不超過49歲，精氣便枯竭了。皇帝再問：掌握養生之道的人，年齡都可以達到100歲左右，還能生育嗎？岐伯說：能夠掌握自然變化規律的人，可以預防老化而保存形體，所以雖然年事已高，仍能生育子女。皇帝說：我聽說上古時代，有稱為真人的人，掌握了天地陰陽變化的規律，能夠調節呼吸，吸收精純的清氣，超然獨處，令精神守持於內，鍛煉身體，使筋骨肌肉與整個身體達到高度的協調，所以他的壽命同於天地，而沒有終了的時候。這是他修道養生的結果。中古的時候，有稱為智人的人，具有純厚的道德，能全面地掌握養生之道，和調於陰陽四時的變化，離開世俗社會生活的干擾，積蓄精氣，集中精神，使其遠馳於廣闊的天地自然之中，讓視覺和聽覺的注意力守持於八方之外。這是他延長壽命和強健身體的方法。這種人也可以歸屬真人的行列。其次有稱為聖人的人，能夠安處於天地自然的正常環境之中，順從八風的活動規律，使自己的嗜欲同世俗社會相應，卻沒有惱怒怨恨之情，行為不離開世俗的一般準則，穿着裝飾普通文采的衣服，舉動也沒有炫耀於世俗的地方。在外，他不使形體因為事物而勞累；在內，沒有任何思想負擔，以安靜愉快為目的，以悠然自得為滿足。
所以他的形體不益衰備，精神不益耗散，壽命也可達到數百歲左右。其次有稱為賢人的人，能夠依據天地的變化、日月的升降、星辰的位置，以順從陰陽的消長和適應四時的變遷，追隨上古真人，使生活符合養生之道。這樣的人也能增益壽命，但也有終結的時候。上古天真論完。我真係好多謝你哋嘅支持。如果你鍾意我嘅製作，記得要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依條片啊，仲要留 comment 啊，唔該你啊，拜拜。